19岁的高中刚毕业的少女哦，应该是西欧的人，西欧人呐、会不会是英国人啊？你看那个有飞行的路线，你看西欧往西边那个大西洋，格陵兰呢，然后飞越大西洋到美洲、北美洲，然后往南了，你看，那北美洲往南的洲到那个中美洲那边，然后再上去，又上去北美洲，然后到就是有到美国，就是有经过美国东海岸、西海岸的，然后再飞越大太平洋，你看，然后到亚洲，你看说10月初预计10月初到达中国北京啊，就是亚洲中国大陆北京，你看，然后又往南飞，往了台湾海峡附近，你看，往南飞，所以有到台湾了嘞。现在2021年12月，网络报道还是电视报道了，说有到达台湾了嘞，然后又要往那个印度洋，往东南亚了嘛，往印度洋飞。你看要飞越印度洋吗？会不会到非洲再回欧洲啊？要绕全球啊！开飞机要环绕全球了。还真有勇气啊！敢开飞机就很不简单了嘞。高中刚毕业就有这种勇气了。你看那个空军官校了呀，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开始念官校，然后学那个开飞机。真不简单啊！